乡亲啊，继续来讲这个后日拜六就要公投了。到伫这个时阵，农委会来公布着今年猪肉进口的数量。讲今年进口的美国猪肉，为去年同期的14000吨，达到减少到剩1900吨，减量的幅度高达87%，等于是为欧洲进口的猪肉量大大来增加。今仔日伫反映内政委员会，这个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无来。调委林维洲真不满，甲民进党的立委起口角，佮直接宣布休困，呛讲要等陈吉仲来才要开会。他又来而不来，临时不来啦，赶快开会。问题在这里。人家有派副首长来了，用不要乱拍桌子了，桌子直接拍坏掉了啦。临时请假大家都接受。等待着农委会主委陈吉仲离反映内政委员会调委林维洲和民进党的立委起冤家。简讯请假。无咧，你安尼是要怎开啦？你去啊发泄。我主持，我主持。调委林维洲宣布休困，所走去还超大公投记者会，民进党立委曾水雄嘛约到记者会找人。农委会公布，今年1月到11月，各国猪肉进口量，美国进口猪自超过1万吨，变作2900公吨，减少8%。等到是西班牙猪肉自9000公吨增加到16000公吨。意大利猪肉伫北来进口嘛创新高，即嘛进口真侪欧洲猪肉。要来等内地公投的结果，其中提案人林维洲面册写，南是当年民进党反对，咱可能提早开放内地。爱感谢当年的民进党，互咱检查10年内地，方认为是咧帮助连赢。他们自己自嗨的讲法了，你们的零检出，你们的食安，现在在哪里？伫公投进前，新违反内地案领导人的林维洲，都是爱出真侪步数来攻占班面。